说不说？这儿没有你找的人，你还是走吧。江少威到底在哪？告诉我，江少威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潘根博，人呢？走了，是我让他走了。说这不是他待的地方。阿珍，梦，不要过来，这是陷阱，记住，我的人生，为阿珍，阿珍，阿珍，阿珍。喂，我是肖雷。好的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喂，城主，我刚到这儿，江少威失踪了。什么？江少伟跑了？对，钟美玲的助手阿珍已经被我击毙了。黄娟怎么样？黄娟，城主，黄娟牺牲了。城主，城主。黄军，黄军，处长，是我不好，我太不小心了。我要是早来一点，就你走开！
处长，他们都在看着你呢，他们也是警察，而且他们也随时做好了去应付危险的准备。你是领导，现在这个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扶正4条建设。阿珍的尸体在哪里？没办法，他太冲动了。不，他是为你好。如果他不自己去冒险的话，就会连你一起毁掉。阿龙，记住这个好姑娘，她才是我们真正的亲人。你今天就回去吧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。大姐，我不回去。我知道，你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没有办完，你还需要我。更何况，我也有点私事需要了解。如果我没有了解完，就是你走了，我也不会走的。那好吧，你先休息，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江小薇跑了，程子峰的任务没完成，他还想跑，人们的任务。果然是周斌。通知局里发通知令。是。谢谢小红。大姐不用担心，凡事自有天定，急也没有用。是啊，我是不急。你们原来宝龙的同仁，都各有各的小账。你可以背叛钱世红，怎么就不能背叛我呢？大姐您多虑了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辰知道就行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也是用人的时候。他来了。怎么样，大姐？我中午的船票。你还坐船走，玩心够大的。不是啊，香港那边有消息，我最近风声很紧，他们在查我。我准备到周围去转转。别转了，江少威跑了，
他要是拿着证据回到香港，你天大的本事也赚不回去了。跑了。阿龙不是很有把握吗？他能跑到哪里去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他能去的地方都查过了，何况警方也在盯着他。他不会那么傻的。现在，他只有一个地方有可能去，也只有一个人有可能帮上他。只不过，他的时间和我们一样紧。你是说李永顺？阿全到现在没有消息，大概是挂了。和我估计的差不多。现在就看你了。但愿你能赶上你的游轮。放心吧，大姐，我先走了。想走，没这么容易。陈处，我知道上班时间不应该喝酒，就当是我还你的吧。我需要你来劝我吗？我可不是来劝你的。现在还有不到40个小时，我想说的是，应该把个人情感先放到一旁，该当机立断了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现在江少飞不见了，深藏一点下落都没有。我们再犹豫下去的话，我们就真的把握不了全局了。处长，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有能力的、了解整个案情、敢于面对危险的人来帮我们。黄娟牺牲了。江少伟跑了，没有人知道他会跑到哪儿，所以现在需要你出马。安然，最近几天发生的事儿太多，我们都没有时间把它捋清楚。等这一切过去吧，你怎么怨恨我都没关系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案子，因为受伤，黄娟离开了特警队。我本来以为她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一生，可是我又把她拉回来。她
实现了他入队时候的诺言。现在，你可能也要面对这一切。我懂，楚晨。处长，您多保重。你知道江少卫现在可能的去处吗？知道。现在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帮他。注意安全，我会配合你的。离最后的规定时刻还差39小时24分，我们谁都不能想象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唯一能做的只有尽力，因为我知道危险中的机会也许会更多。既然我许下了诺言，我就必须实现。